我都有聽開本地嘅獨立音樂，即係例如一啲 band 啊咁樣。平時會聽開流行音樂、電子音樂。我諗我聽過少少達明一派嗰啲電子音樂。其實我平時都冇乜聽過獨立音樂。蔡世豪咯，咁應該冇聽過。冇，未聽過。呢個唔係幾知道。比較少聽開咯，不過知道有佢玩咯。而家聽，而家識得聽啦。OK。由你聽啫。蔡世豪以前佢叫 ST 啦嚇，嗰陣時佢送我一隻佢自製嘅 CD、DVD 俾我聽同睇，咁跟住哇覺得呢個人好厲害啦，跟住又有邀請佢表演啦，喺一啲好細嘅地方嗰度，咁然之後發覺佢嘅表演係好精彩啊！頭先我介紹佢話佢係一個文藝復興人嚟嘅 Renaissance man， 一腳踢所做晒所有嘢，有時仲會攞埋自己支 violin 出嚟，因為細個學 violin 嘅，咁啊拉埋出嚟同啲電子一齊 jam 啦，一齊 crossover 啦。佢做嘅嘢好有心機，好細密，然之後佢玩電子係玩到好盡，佢玩影像係玩到好仔細，跟住佢同其他人合作嘅時候咧，佢又會揀到一啲朋友，會令到佢嘅作品咧係可以 enhance。譬如而家你聽到呢首曲目咧，係嗰個 vocal 可以將佢嘅電子音樂咧係帶到另一個層次。我記得今個暑假我請咗佢喺一個 summer camp 嗰度，我哋有60個學生，然之後係一個上晝嚟嘅喎，但係大家熄晒燈，然之後拉晒窗簾咧，聽佢表演，聽佢打碟，大家就幻想去咗一個 club， 然之後去咗一個另一個空間咁樣啦，然之後大家跳晒舞，係玩咗2個鐘頭，然之後話俾大家聽，做電子音樂、做電子嘅影像係可以咁樣做，係一個 workshop 嚟嘅，所以嗰種感染力係可以好強。咁我細個8歲嘅時候就開始有學小提琴呢樣嘢，到後來咧就識咗啲朋友係夾 band 嘅，就攞小提琴去同佢哋呢個吉他、drum and bass 咁啊3個組樂隊啦。中學之後咧，咁啊去咗 Ivy 啦，夾 band 嘅過程亦都接觸咗呢個喺電腦上面做音樂呢樣嘢。嗰陣時嘅香港嘅市道咧就麻麻地嘅。咁而嗰啲大型嘅連鎖唱片嘅即係嗰啲鋪頭咧，佢哋就成日減價。咁我嗰陣就買咗好平咁買咗好多碟。咁啊，由嗰陣時開始啊，吸收好多音樂上面嘅養分啦。即係我好記得喺中學咧，咁嗰陣時電視又成日播嗰啲music video 嗰啲節目啊。咁喺嗰陣時就睇咗好多。02年咁呢個外國有一隊即係好紅嘅英國嘅電子音樂組合 Chemical Brothers 嚟香港啦，咁即係我好好奇其實一個電子音樂嘅單位佢點樣去玩 live 咧咁樣，嗰個應該係我即係呢世人睇嘅第一場電子音樂 show 嚟嘅，即係打破咗我以前睇音樂表演嘅嗰個格局啊，即係啊原來唔一定係有人唱嘅喎，即係佢唔一定係表演樂器嘅喎，佢可以係一彈機器，你喺個機器上邊咧。喺度即係搞機啊！即係喺度扭啲 mixer 啊、撳掣啊咁樣。即係真係第一次聽電子音樂咧，我諗就應該係96年嗰陣。咁嗰陣時咧，荷里活有一套電影
叫做職業特工隊。個主題音樂咧原本個版本就唔係電子音樂嚟嘅，但係佢哋就因為嗰套電影咧就揾咗 U2 成員去重新去將嗰首歌去演繹過，而用一個電子音樂嘅手法去演繹。咁嗰陣時我係好記得佢係電視電台成日播。晚晚播節目同節目中間空隙個廣告位就播個 MV， 我亦都覺得咦型喎！即係點解可以冇人唱，即係音樂嚟嘅啫，佢都可以咁樣去 promote 呢個咁嘅音樂。你知夾 band 有個問題就係你要成班人都好合心去做嗰樣嘢啊嘛，同埋就係話。你其中一個走咗或者點樣咧，你都好難繼續可以做到件事落去。咁啱嗰陣時，即係同我夾 band 嘅朋友咧，佢哋有啲又要過外國讀書啊咁樣。咁得翻我自己一個。咁啊，即係好順理成章地咧，就諗緊，咦，不如自己一個試下做電子音樂啊！夾 band 嘅好玩地方就係你成班人去合作，去共同創作一樣嘢。但係電子音樂就係你自己一個做。你自己一個即係搞晒所有嘢喺個電腦上面，喺個 laptop 裏面。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咧，其實就好切合我哋香港人嘅居住環境嘅。咁因為咧，你諗下地方咁細，如果你夾 band 咧，你起碼你都要有一個地方去俾你練，即係大家去夾啊去練咁樣。而電子音樂就冇咗呢樣嘢嘅。咁因為你難聽啲講，你攞住個 laptop， 你去到邊度，你帶住個 headphone 都可以玩，可以做到你想做嘅音樂。咁所以點解電子音樂有另一個名叫做我哋叫做 backroom music 咧？就係咁解啦，即係你睡房音樂就係你可以喺個睡房上面自己咁喺度搞音樂，搞一大輪咁樣，咁就可以出到去表演咁樣。